自从灾害风球法修正以后，已经将 PM2.5等空气污染列为健康的危害。所以，如何提醒民众现在空气品质的状况，嘛成为关心的焦点。而这则透过创新科技，会当监测空气品质每点钟的雨量甲温度的指示牌，就是南区公所向环保局争取2座10万块的成果。29号上午正式启用，区长嘛希望陆续推广到各地。启用，1、2、3。如果是市府相关的经费能够挹注进来的话，我们会陆续推广到各里。那我们的各里都可以设置这样子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监视器，然后提高我们对于空气品质的一个监测，然后给我们所有居住的居民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这项监测预警系统，其实伫台中里甲竹溪里内，分别伫1807年甲今年11月拢已经装了，民众反应拢真好。目前里面针对空气看板的部分呢，他们觉得非常的满意，因为空气它是一个无形的，没有办法去提早了解，所以自从装设了看板之后，里面可以直接看到做一个反应，可以做一些身体上的防护，避免成为人体的吸尘器。如果有这种的物件落去应该咱的民众会当甲咱的民众通知讲空气的品质无介理想的时候，应该大家安怎处理，还要有配套。咱即摆今仔日公所用安尼做的时，我是感觉这是一个示范值得推广值得推广。启用东港的空气品质出现了红色的灯号，就是提醒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必要外出一定要挂吹暗。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